主后2023年5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怎通忍心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斯帖记》第8章第10到17节。迄日，亚哈随鲁王将犹太人的对敌哈曼的家产赐予王后以斯帖。末底改嘛来伫王的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对王讲，末底改是伊的亲人。王甲对哈曼摕转来的手指，对家己的手拔起来，互末底改。以斯帖阁委任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产。后来，以斯帖阁去见王。趴伫伊的骹前，流目屎求王阻止亚甲族的哈曼谋害犹太人的计划。王向以斯帖伸出伊的金管，以斯帖就徛起来，对王讲：王若看做好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；王若看即个事做妥当，我若得到王的欢喜。恳求王下诏书，撤销前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计谋要消灭王达省的犹太人的诏书。我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？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？亚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讲：因为哈曼谋害犹太人，我已经将伊的家产赐予以斯帖，人嘛将哈曼吊伫叉架顶。恁通用王的名，照恁看做妥当的，写诏书予犹太人，用王的手指嵌印。所有用王的名写，搁用王的手指嵌印的诏书，无人会当取消。3月就是西元月23日，王的书记照末底改的指示，写诏书寄予犹太人，嘛送予对印度到古实。将127省的总督、省长甲人臣，用达省的文字甲达族的语言来写；寄予犹太人的，嘛照因的文字甲语言写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写诏书，用王的手指嵌印，将迄个诏书交予送文书的。骑皇家快马送到达所在。伫诏书的内面，王允准逐个城的犹太人自集起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。达省达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通反击、杀害、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杀死因的囡仔甲妇人人，搁抢因的财产。伫亚哈随鲁王的达省，犹太人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日，迄日会当安尼做。诏书的草本正做法令，对达省达族颁布，通予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，对因的对敌报仇。遐个送文书的，奉王的命令。赶紧骑皇家快马出去。这个诏书嘛伫苏珊城颁布。末底改穿蓝色、白色的朝服，戴大顶的金冠冕，穿紫色幼麻布的外袍，对王的面前出来。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光明、欢喜、
快乐、尊贵的事。王的诏书甲命令送到的达省达城，犹太人拢欢喜快乐，办桌庆祝，定迄日做节日。达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，就改装做犹太人。我怎通忍心？哈曼的诡计虽然互勇敢的以斯帖用智慧化解，总是令犹太人悲惨的祸患，还未当尘埃落定。因为君无戏言，君王所下的命令，检通随意收回咧。为着安尼，以斯帖、末底改虽然性命无忧，毋过其他犹太人踮伫风中未捷的险境中。综合即几日所读的经文，咱看到以斯帖虽然踮伫父母双亡、受即八兄末底改收养，了搁亲像工具人，奉送入王宫，寄望伊会当为犹太人带来一丝丝好处的境遇。经文中却无任何有关伊自人身世的悲剧描述，无拍算以斯帖伫自身得到安全的这个时刻，颠倒伫王的面前参考。以斯帖若简单挂念家己的安危，哪需要哭？当哈曼的诡计互突破，王的宠爱和赏识，毋是已经加倍落伫以斯帖甲末底改身上了。总是以斯帖的眼光，毋若只有放伫家己的身上，伊搁较爱整个的民族拢通得救。因为只有民族留落生机，亲族才有存活的愿望。因为安尼，以斯帖搁再一遍伫王无条件的情形下，冒死求见王，靠底哀求：我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？哪会忍心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？两边的我哪会忍心？说明以斯帖挂念民族、亲族安危的真情。2022年的10月26日，台湾经历全国九合一大选，伫迄以前，全国就弥漫一股挺发执政党的氛围。尽管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大声疾呼爱谨慎投票，总是选举结果互人痛心。甲乌道、贪污、财团挂钩的人，差不多拢当选。真侪支持台湾主体意识的选民，看到选举的结果，深感失望，一直讲出在台湾，互暗黑势力分化，我毋管了。我毋管了，即款话讲，若亲像真轻松，做也真容易。只要甲目睭暗咧，耳孔凸起来，莫看莫听，就通美点家己的世界，尽享平静安稳。毋过，回首人类的历史，自古以来压掉来无过暝的大滚，这个事实一再不断地循环。咱检通轻易拍手毋管。身为基督徒，咱是毋是相信上帝有在掌理世界？相信上帝主权会彰显？是毋是代表咱就通两只手搬搬咧讲 let it be， 互伊去？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溃竭，中国的文攻武吓，国家内部阁有甲对岸红色势力定定应和的警方，检测咱会一时仔失望，毋过咱千万毋通安尼就绝望。拄亲像以斯帖所讲，我哪会忍心
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，咱会忍心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？咱又怎通忍心将台湾先烈流血流汗打拼得来的民主、人权、自由白白就送出去，互敌人来摧毁殆尽呢？默想，面对互人失望的政局、极权政体的军事恫吓，我要安怎发挥影响力？面对互人失望的政局、极权政体的军事恫吓，我要安怎发挥影响力？咱来祈祷，掌管一切的上帝，你顾念受压迫者的苦情，我愿学习以事贴成做代祷者，为台湾国家的处境、政治的局势、亲族的安居乐业守望祈祷。愿你保守台湾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